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白面的媒体所做的2019幸福城市大调查，为就业、为医疗等等各方面来拍分数。今年的前3名分别是台北市、新竹市甲桃园市。这个进步上最是台北市，是进步11名，遮尔啊多哦，赢过3连败新竹市。这嘛是台北市8年来头一届摕到冠军。 市长不论是白白胖胖还是黑黑瘦瘦，懂得市民的心。当了市长以后，突然变我这个增加了7公斤。你敢是住伫幸福的城市，到底是倒一个县市上幸福？台北市长期第1名，白面媒体做的2019全台湾县市幸福指数大调查，今年前3名分别是台北市、新竹市、桃园市。台北市嘛是8当来头一次登上冠军宝座，以0.02分赢过3连败新竹市。其中台北市的健康状况的满意度进步上多，一个手进步11名。 居家医疗，这也是让大家可能全国独步的。我们的医生是会到家里去看老人家的病。台北的老人是台北跟我好好慢老。什么叫好好慢老呢？你要跟我一起很健康的老。看到人民真实而满足的笑容，就是幸福。 来看台南古城，街头三树有新名，乌地三树有古迹，今年嘛有好成绩，摕到最佳进步奖，对去年的第12名窜升到第4名。我所接的棒是来自于神级的，我们的本党的副总统候选人那所以我的压力会更大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或者站在巨人的阴影下。台南古城年纪虽然老，不过愈老愈活力，才会当摕到进步奖。